以賽亞書66第13節按樣講到，從日日媽媽安慰你，上帝才能安慰切家了。詩篇記103第13節按樣講到，該爸爸錫家嘅囡仔，上帝才能錫攏做人要尊重佢啦，每人要尊重上帝，要錫上帝，上帝嘅錫要個睇。比自家嘅阿爸錫家嘅囡仔，嗱，才讓人自家親近上帝。可能兄弟姊妹，誰見你喺度知道你爸爸、你媽媽嘅錫，唔夠吹你嘅身份，我係講兄弟姊妹聽，唔好灰心，因為到肯上帝最錫自家嘅，阿沙自家係尊重佢，係相信佢，佢嘅錫唔是切實。在你嘅生活中，因為到從日日爸爸錫家嘅囡仔，上帝才讓錫自家；從日日媽媽安慰家嘅子女，才讓上帝安慰自家。親近上帝，自家得到家嘅恩典，佢唔是離開自家，唔是讓佢自家等啥，思想自家同在，帶自家行呢個社會嘅日子，帶自家心理，大家得勝，阿門。